面对疫情，佫开始压起来进行。台南镇公所今仔日就针对真侪人出入的台南火车头，亲像进前建设完成的台南仓库，拢会开始做消毒表扫，希望在疫情拖过进前，把风险降到上低。像今日阮就安排火车头，整个广场甲南北仓库群来进行清消。下晡就是伫咱的菜市场。嘛要来清消。另外，镇长嘛讲，会阁继续看疫情的情形，针对一寡民众常在出入的所在，包括菜市啊、活动中心和社区场所，会定来去做清洁消毒。即马真受到镇民欢迎的仓库活化空间，即马配合中央防疫政策，赶快正常开放。不过，镇长嘛提醒民众，会记得做好防疫的工作。个儿童馆青年基地社福中心一样开放，不受疫情影响。疫情开始渐渐搁压起来，即马上要紧的就是做好各前的防疫工作，才当紧度过疫情难关。